另外来看这嘉义县有一寡这机械设备呢，出口的这个传统制造业是受到美国关税影响，自今年8月底开始就陆续来申报减班休困。嘉义县政府表示讲，已经有掌握到这厂商的状况，会阁协助这厂商来申请到相关的补助，也是转型的计划。工厂的生产线按照订单来制作机械的零件。嘉义县这种主要生产工具机械出口的厂商，受到美国对顶关税贴原本税率的影响，自8月底开始，嘉义县内有5间厂商计共118人申请减班停困。实施减班休息的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制造业。那制造业底下的这个所谓的金属机电制造业，那最常见的就是工具机产业。咱唔是100%拢销美国，抑搁别落去，迄拢无关系。但你汇率甲武咧是全世界拢有关系。啊，你政府要甲人谈判？你连招一只厂商来做咱迄个问题都无，啊，干那你家己去甲人讲，啊，你也毋是生理人啊啦，你哪知影讲步数要怎讲？嘉义县罗清楚表示，受到关税影响，必须减少出口的订单，业者要申请减班停困的新人力，需要先甲劳工协调。目前县内有400间相关的业者，拢已经有掌握厂商的状况，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来减少工作的时数。那这个前提一定是要劳工要同意才可以实施。那实施这个减班休息呢，也不是说就可以企业就可以不付薪水。那最低你还是得给予劳工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保障。罗清楚指出，针对申报减班停困的劳工，会提供就业安全网的资源。若是有需要，会来辅导厂商申请相关的补助甲转型计划，嘛会甲厂商的需求向中央来反映，希望降低相关业者伫关税当中受到的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